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十分好書，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每日10分鐘，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呢本書，書名叫做《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秘訣》，作者係以色列非常出名嘅理財專家史威加貝爾格曼。講起猶太人，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啲乜嘢呢？係覺得佢哋好聰明，好識做生意，定係覺得佢哋特別有錢呢？全世界嘅億萬富翁入邊，猶太人佔咗一個非常之高嘅比例。華爾街好多金融巨頭都係猶太人，點解佢哋咁犀利呢？好多人以為佢哋天生基因好，或者係有啲咩不可告人嘅賺錢秘密。但係作者喺呢一本書入邊話俾我哋知，猶太人之所以有錢，完全係因為佢哋由細到大接受嘅金錢教育。佢哋對金錢嘅態度、習慣同埋思維方式，同我哋普通人係完全唔同㗎。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好努力返工揾錢，但係個戶口永遠都儲唔到錢，甚至每個月都清袋做月光族，咁今日呢本書就絕對係你嘅救星。我會帶大家拆解猶太人世代相傳嘅致富秘密，教你點樣由個腦開始，植入有錢人嘅晶片。第一部分，有錢唔係罪，打破金錢嘅詛咒。首先，我想問大家一個好深層次嘅問題：你心底入邊覺唔覺得錢係萬惡之源呢？我哋由細到大睇電視睇戲，啲有錢人通常都係奸㗎，係為富不仁㗎。好多長輩亦都會話，做人最緊要平平安安，唔好貪錢。呢一種潛移默化嘅教育，令到我哋對金錢產生咗一種好矛盾嘅心理。一方面，我哋好想發達，但另一方面，當我哋真係揾到少少錢嗰陣，內心又會有一種莫名嘅罪惡感。作者指出，猶太人完全冇呢一種心理包袱。喺猶太人嘅文化同埋信仰入邊，金錢係上帝賜予嘅禮物。有錢唔單止唔係罪，反而係一種美德。點解呢？因為你有錢，你先至有能力去照顧屋企人，先至有能力去幫助窮人。如果你窮，你連自己都養唔掂，仲講咩拯救世界呢？所以猶太人由小朋友識字開始，就會教佢哋要大大方方咁去愛錢，去賺錢。作者強調，致富嘅第一步唔係去學買咩股票或者買咩基金，而係要幫自己個腦做一次大清洗。你要清走所有對金錢嘅負面標籤，你要對住塊鏡同自己講：我值得擁有財富，我賺錢係一件好光榮嘅事。當你唔再抗拒金錢，金錢先至會俾你吸引過嚟。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嘅最基本原理。如果你個腦一直覺得有錢人係衰人，你潛意識就絕對唔會容許自己變成一個衰人，咁你就注定成世都揾唔到大錢。第二部分，塞住漏水嘅穿窿筒，學識支付自己。搞掂咗心態，我哋就嚟講下具體嘅操作方法。作者提出咗一個好生動嘅比喻，佢話我哋嘅財富就好似一個水桶，你每個月出糧就好似倒水入個桶度。點解好多人到極都係得半桶水，甚至係空嘅呢？因為個桶底着咗好多窿，最大嘅一個窿叫做壞負債。咩係壞負債呢？就係你用信用卡分期去買一個名牌手袋，或者借錢去買一部最新款嘅電話，甚至係為咗面子去供一部名車。呢啲嘢買翻嚟嗰一刻已經開始貶值，但係你每個月仲要俾好高嘅利息俾銀行。作者話，猶太人極度痛恨呢一種為咗面子而產生嘅消費性負債。佢哋認為借錢去買消耗品，簡直係將自己未來嘅自由賣俾財務公司。咁所以理財嘅第一守則就係要盡快還清所有嘅壞債，
剪爛晒嗰啲令你過度消費嘅信用卡，塞住漏水個窿。索好個桶之後，第二步就係要學識支付自己。好多打工仔嘅習慣係出咗糧先交租、還卡數、買衫食飯，到月底剩低幾多先攞去儲，結果通常都係一毫子都剩唔到。猶太人嘅做法係完全相反嘅。作者教路，你每個月收到人工嗰一日，第一件事就係要抽最少10%嘅錢出嚟，存入一個雷打不動嘅投資戶口。呢一筆錢就係你支付俾自己未來嘅錢，剩低嗰90%，你先可以用嚟交租食飯。你可能會話，我依家啲錢都唔夠使啦，點抽10%作嚟啊？作者話呢個就係逼自己精打細算嘅最好時機。當你淨係得返90%嘅錢可以使，你自然會諗辦法慳啲，可能少搭幾次車，少飲幾杯貴價咖啡。人類嘅適應能力係好強㗎，你絕對唔會因為少咗10%嘅生活費而餓死。但係呢10%嘅種子資金配合時間嘅複利效應，將會成為你未來幾十年最堅實嘅財富後盾。你要記住，儲蓄唔係剝削你依家嘅快樂，而係為咗買斷你未來嘅自由。第三部分，大腦先係終極資產，慷慨係最強嘅投資。講到投資，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買樓、買股票，但係猶太人覺得世界上最穩陣、回報率最高嘅投資係投資喺自己個腦度。大家可能聽過一個故事，猶太人教小朋友，如果屋企火燭，你第一時間要帶走啲乜嘢？唔係金銀珠寶，而係智慧。因為金錢會被人偷走，會因為打仗或者金融風暴而變成廢紙。但係裝喺你腦入邊嘅知識同埋技能係冇人可以搶得走㗎。作者喺書入邊千叮萬囑，叫我哋一定要保持終身學習嘅習慣。你依家份工可能好穩定，但係5年後、10年後呢？人工智能發展得咁快，如果你唔去學新技能，你好快就會被社會淘汰。猶太人之所以可以喺世界各地都生存得咁好，經歷咁多劫難都可以東山再起，就係因為佢哋極度重視教育同埋閱讀。所以每個月買2本書睇，或者報讀一啲進修課程，絕對係你回報最高嘅一筆花費。除咗投資大腦，作者仲提出咗一個睇落去違反常理，但係猶太人奉為圭臬嘅致富法則，就係慷慨。猶太文化入邊有一個概念叫做11奉獻，即係要將自己收入嘅1/10捐出去做善事。你可能會覺得我想發達都嚟唔切啦，仲叫我將啲錢俾人。但係作者解釋，做善事其實係一種極之高明嘅財富心理學。當你願意捐錢出去，你個大腦會接收到一個強烈嘅信號，就係我擁有好多，我有能力俾人。呢個係一種真正嘅富足心態。相反，如果你一毫子都唔肯俾人，死攬住啲錢，你其實係處於一種稀缺心態，你驚啲錢會冇咗。帶住恐懼去揾錢係好難賺到大錢㗎。而且當你樂於助人，你會建立起好好嘅人際網絡同埋名聲。喺商業社會，好嘅名聲就係最好嘅資產，機會自然會排住隊揾上門。所以學識分享，反而會令你嘅財富雪球越滾越大。第4部分，結語同行動建議。好啦，講到呢度，我哋總結一下猶太理財專家不藏私致富秘訣呢本書嘅核心價值。作者史威加貝爾格曼將猶太人嘅智慧毫無保留咁話俾我哋知。第一，要打破對金錢嘅偏見，理直氣壯咁去賺錢。第二，堅拒壞負債，堅持每個月先支付自己10%嘅收入去儲蓄同投資。
第三，瘋狂投資自己嘅大腦去學習，並且保持慷慨嘅心態去回饋社會。呢本書唔係教你投機炒賣，而係教你建立一套受用一生嘅財富哲學。咁呢一本書適合邊類讀者睇呢？如果你係每個月尾都對住個吉嘅銀行戶口發愁嘅月光族，呢本書可以幫你徹底改變消費習慣。如果你係好想揾多啲錢，但係總係覺得力不從心嘅打工仔，呢本書可以幫你打通賺錢嘅思維盲點。又或者你係為人父母，想教小朋友正確嘅金錢觀，呢本書入邊嘅猶太式教育方法絕對值得你參考。聽到呢度，係時候要有個行動建議啦。我建議大家聽日一早就去銀行或者用手機應用程式開一個全新嘅儲蓄戶口。呢個戶口唔好連住提款卡，唔好連住任何快速轉賬功能，然後設定一個自動轉賬指示，喺你每個月出糧嗰一日，自動將人工嘅10%轉入去呢個戶口。當呢筆錢係交咗俾自己未來嘅稅。試下堅持半年，你會驚訝咁發現，原來你真係可以儲到錢，而且你嘅生活質素並冇因為少咗呢10%而下降。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而家突然有100萬跌落你面前，你第一件事會攞去買啲乜嘢，定係會攞去做啲乜嘢投資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你嘅財富大計，睇下你嘅諗法係咪同猶太人一樣咁精明。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俾個 like 同訂閱，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十分好書再見。